国际恐怖组织活动的范围最近这几年为中东转去到非洲。伫西非沙漠的所在，有一个150个人骑骆驼的队伍，监控在地安全。这个所在从2011年开始，就无搁发生圣战分子攻击的事件。国民卫队指挥官巴希尔上校领的这支骆驼骑兵，历史背景上早应对溯到20世纪初的法国殖民时期。游牧民族出身的士兵，骑沙漠之舟，伫一片的沙漠来巡逻。无共是即马有无人机、加高科技监控设备的辅助，维安任务才搁较有效率。毛里塔尼亚东部甲马里之间有无清楚而且管理真松2200公里的边界。马里国甲沙赫尔地区来恐怖活动同在国布吉纳法索尼日做出边。这片遮尔块地区，饥荒、宗教甲族群冲突、反政府动乱，也有跨国非法卖武器、毒品甲人口这事件一直在发生。毛里塔尼亚为2011年开始，因为这支沙漠骑兵都捌遭受圣战分子的攻击。Le groupe Manomad est monté en puissance avec la menace terroriste, parce qu'il a eu un rôle très important à jouer dans le cadre de la lutte contre le terrorisme. En effectuant des ACM, des actions civilo-militaires au profit des populations nomades. 离首都沃克绍1000多公里，甲马里厝边的西湖德地区，进入14万闪避战乱的马里难民。骑兵队的出现，唔但让当地游牧族群感受政府的存在，更负起偏远地区保护水源健康甲医疗的工作。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。